为避免类似东京奥运期间相关国际赛事遭非法机上盒犯罪集团窃取讯号赚取不法费用，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保二警察总队、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成立竞评专案 2.0 行动，针对国内窃讯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并成功逮捕11人到案，全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由本局电信侦查大队跟保二刑大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成立一个竞评专案2.0。这个最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国内的窃讯机房及经销商来做一个强力打击。那我们在8月份、9月份及11月份三波发动我们扫荡全台总共有26处的包括经销商及窃讯机房，那分别在新北、桃园及彰化等处都有斩获，那总共成功逮捕了11名嫌犯到案。这个遭侵权的影视内容有国内有民视、东森及 TBS 等各家电视台，日本方面有 TBS 等影视电视台。那这个有委托我们中华民国卫星广播电视商会同业工会及日本的海外促进机构向本局来提告。那我们报请新北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那这个专案小组，我们也接受到我们国内 NCC 来指导及各家电信业者的合作。在相关的处所也找到了架设窃讯机房主机的所在。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光华商场及所谓的网络平台有看到几个经销商处所。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一并查明以后，再透过搜索来打击这些窃讯机房及经销商。根据警方指出，涉案黄姓主嫌成立公司，负责向 NCC 申请 WiFi 等射频审验执照，藉由取得硬体射频执照，来谎称贩售的机上盒为合法，并透过经销商协助下载特定 App 来进行收视盗版影音，又以员工及友人名义申请各大 OTT 平台影视账号，透过破解技术将讯号转出到非法机上盒。从108年6月起，迄今已经贩售超过上万台，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近10亿元。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成立一个虚设的机上盒的总公司，它利用各大网络的卖场去批货卖那些所谓的非法机上盒。非法机上盒经由民众透过网络的传输，可以看到一些国内的各大好几百个频道，包含国内的各大电视台，还有一些戏剧。那经由我们电侦大队用网络封包追查，发现其实这家公司他自己找了2个人头去窃取国内的一些运动频道，尤其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运动频道，或者是一些电信业者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可以看的影视内容。包括我们发现最近很热门的那些电视剧都一并被盗用。那透过窃讯的方法来传送到中继机房，再传到机上。那因为我们用这样的路去找，发现其实这2条路都来自于这个主嫌所成立的假公司。那一举成擒。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来讲，坊间所贩卖的非法机上盒，基本上它的使用跟盗用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呼吁民众不要去购买，以免未来这个讯号被窃取、被切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那个收视变得很正常，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专案小组这次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导，并与各电信业者合作进行扫荡。警方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电信业者与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强力打击不法行为，并呼吁消费者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机上盒，除了可能资助犯罪集团之外，也可能日后遭执法单位断讯而得不偿失。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